呢段影片嘅主要內容就係呢4點，而今次嘅重點就係嗰3個嘅培訓項目，包括其中2個嘅旅館業嘅基層崗位，包括係模擬佢哋嘅活動。另外一個就係喺學校學唔到嘅，但係能夠增加旅館業從業員嘅附加能力。今次係用到手機拍攝。Chalk and Talk 呢一種學習模式已經唔能夠滿足現代嘅需要啦，因為呢一種學習模式係比較單向嘅，係好難吸引到學生嘅學習興趣。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走出課室學習係令到學生直接參與、親自探索同埋發現，咁樣就能夠大大咁樣增強佢哋嘅學習興趣，令到學習更加有意義。而最重要嘅就係能夠實現到快樂學習。上天然溫泉旅遊度假區作為旅遊款待業嘅參與者，一直都係致力與學校係合作推廣旅遊款待科嘅教育。因此，上天然溫泉旅遊度假區係設計咗多個培訓項目，等同學係更加了解旅館業嘅內容，等同學係感受得到旅遊款待科係一門有趣而且實用嘅科目。依家係向旅館科嘅學生係建議一個惠州探索團嘅3日2夜行程。留意啦，喺行程裏邊，晚間嘅所謂自由活動呢，係指園區裏邊呢，園區或者會安排一啲公開嘅活動嘅，學生係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參與。上天然溫泉度假區係非常之近香港，唔使個半鐘頭嘅車程就可以到達。而呢度嘅面積係非常之廣大，所以3日2夜嘅活動全部都可以喺呢度進行㗎啦。換句話講，呢度嘅場地因為封閉，所以係絕對安全。而最重要嘅就係住呢度係能夠享受溫泉。上天然嘅員工正在喺呢一個會議室向一班香港嘅旅館科學生係介紹園區。呢個就係度假村嘅全景圖。由於面積太大，所以我哋建議同學係喺自由活動嘅時間呢係結伴同行，咁樣先至可以避免迷路嘅。喺園區裏邊係有一個建築群，呢邊係有農民畫博物館以及中國國家畫院嶺南基地。喺嗰度係展出咗好多中國嘅民間藝術作品，係完全免費參觀嘅。另外喺建築群前邊係一個大大嘅廣場，喺呢一度旅遊區係會間中係舉辦一啲晚間嘅活動，係俾酒店嘅住客自由參加嘅。來尊敬的各位朋友們，大家晚上好！來走過路過的朋友們，抓緊時間來到現場，我們的演出還有2分鐘的時間就準時開演。景區裏邊係有一座魯冰花童話園，其實佢係一座有特色嘅主題公園，裏邊係包括咗花海、婚紗攝影、科普學習以及咧係野外農耕，所以呢一處亦都係家庭度假一個好好嘅地方。你話啦，呢一度係咪好適合拍照呢？入住間酒店最大嘅特色就係佢係屬於溫泉酒店，途中呢一度就係溫泉嘅入口。喺戶外呢間酒店係有總共超過100個溫泉嘅浴池嘅。
入到一間酒店，最先接觸到嘅酒店員工包括咗門童 bellboy 啊，同埋咧係前台接待，香港咧係叫前堂啊。酒店係屬於勞工密集產業，所以會請好多員工嘅。呢啲員工有啲係長工，即係合約制嘅正式員工，而有部分咧係屬於兼職嘅散工。你留意啦，喺表中嗰4種嘅員工，4種嘅基層員工，只係客房送餐呢一類咧係需要揾兼職嘅啫，其他咧都係一啲長工嚟㗎。房務員係一間酒店請得人數最多嘅職業崗位，佢哋嘅工作範圍包括係酒店房間嘅鋪床、疊被同埋清潔。清潔係唔淨止係房間裏邊，亦都係包括酒店一啲嘅公共地方。依家係介紹緊酒店前台嘅工作。冇咩大嘅。跟住再過呢，即係再鋪床單。喺示範啦，點知係睇你包插㗎啦。唔一定我長。阿官姐，你可以救下佢。唔係我得嘅。冇啦，唔得就冇面㗎啦。係啊，得地喎。今晚唔使洗頭啦。哇！老師果然係老師，好 OK。做啊！仲有個，繼續，唔好停。依家社會對旅遊業嘅員工嘅期望係非常之高嘅，所以上天然係會安排學生係學習一啲學校課本度冇教嘅一啲附加能力，等佢哋咧係更加容易咁樣係面對社會嘅大眾嘅。培訓導師係國內媒體專業人士，而更重要嘅就係上天然嘅園區裏邊係提供咗好多嘅生態環境、文化景點、活動嘅地方，係俾學員咧係可以實踐啱啱學到嘅知識。唔講都唔知道，原來餐飲業咧係有咁多嘅崗位嘅，唔怪得喺2022年嘅統計，香港係有超過20幾萬人咧係從事餐飲業嘅。餐飲部嘅員工都一樣咧係分長工同埋兼職嘅，而呢一度呢3個工種，洗碗、傳菜同埋侍應都係需要有兼職嘅員工嘅。通常行內咧就叫佢哋做啲散工咧，就叫做炒散。一間比較大型啲嘅酒店裏邊嘅宴會係可能過100席嘅，可想而知係需要幾多嘅傳菜同埋侍應啦。呢個就解釋咗點解呢幾個崗位咧係需要一啲炒散嚟到幫手啦。舉辦探索團係有好多方面係需要考慮嘅，譬如咧探索團舉行嘅時期係好重要嘅，因為喺假期之中咧，啲酒店嘅房租係會貴好多嘅，而且場地嘅安排、導師嘅安排亦都會有困難。另外，住宿嘅標準亦都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唔住溫泉酒店嘅話，就會失去咗係參觀度假村嘅機會啦。